其實美國自從克林頓民主黨上台之後，其實成立咗好多咁嘅揾錢機構啊。因為環保都係呃人㗎，係咪啦？係啦，20年。美國係咪呃人啊？話呢班人唔啱坐度喺度自己整死幾個國家，俾啲人俾嗰啲其他國家嗰啲人湧入其他嘅，搞到連咗晒龍。其實環保係個偽議題，唔係真議題嚟嘅。益鳩晒中國嗰邊啦，應該23年益鳩晒中國嗰邊啦。係啊，克林頓俾中國加入WTO 就明顯為咗益中國啦，諗住名義上就叫中國話可以開放民主，其實就壯大咗人哋共產黨嘅勢力。啲罪人嚟㗎。跟住佢自己嘅基金一味收共產黨嗰啲捐款，嗰啲政治基金啊，佢哋有政治基金可以合法㗎嘛，收政治獻金。然後一味屈Trump又話Trump收到俄羅斯嗰啲咩通俄門收俄羅斯啲捐款喎，結果查嚟查去根本冇此事，白做嘅，係嗰個 FBI 個阿頭民主黨個人嚟嘅，夾硬作出嚟嘅，即係好小學生作文咁作出嚟嘅，成個民主黨我諗20-30年都唔使爬起身啦，而家俾阿Trump個團隊，哇嗰啲工作效率真係高4年搲咗幾多嘢出嚟大把嘢睇遲啲。